唔係，哇咁凍仲開窗，聽過幫間屋掃風未？最近網上興起一個叫 houseburping 屋企打屍 app 嘅新玩法，聽落好似好全，其實道理好簡單。咩係 houseburping？簡單嚟講，就係每日開窗幾分鐘，無論係凍到震嘅冬天，定係熱辣辣嘅夏天，都要定時定候開一開窗，等屋入面啲死氣捐出去，換返啲新鮮空氣入嚟。呢個概念其實喺德國好流行，佢哋叫 Stoßlüften。早幾年疫情嗰陣，連德國前總理馬克龍都推介過，話咁樣可以幫手稀釋室內病毒。點解要幫間屋打屍啫？咪以為匿喺屋企就一定乾淨，其實室內空氣可能仲污糟，趕走化學物質。屋企啲家私、油漆或者清潔劑會釋放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，呢啲嘢聞得多對身體唔好，清走濕氣。沖完涼、煮完飯，啲濕氣聚埋一齊容易發霉。開窗打個 CX 就爽晒，醒腦提神，換一換氣，人都冇咁易昏昏欲睡。冬天咁凍仲開窗。美國環境保護局依排都話，就算出面凍，每日短時間開一開窗，對健康係好有幫助。只要開幾分鐘，空氣流動咗就得，唔使開足成日嘅。一言以蔽之，間屋同人一樣都要唞氣，每日開一開窗，幫間屋打 CX，個人都醒神啲。除咗幫間屋換氣之外，定期檢測屋企嘅一氧化碳探測器都好重要起。多謝收睇，請訂閱、點讚同留言，下次再見。